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张弛。台语安尼写，无张弛。华语的突然、出乎意料、出其不意，也者是不经意、不小心，台语拢会使讲无张弛。对方无张弛出手攻击，我根本就袂负走险。少年党的无张弛宣布要退休，实在互人意想袂到。美丽夜空无张弛，看到一粒流星来对落。有一句俗语：来无张弛，去无消时，就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常常人就到位，要走嘛无讲再见。另外讲死亡总是无张弛来临，所以佫有一句俗语：生无张弛，死无惊喜。人的生甲死拢无法度安排，也就是人生由不得你。所以，伫这种无奈的状况下，咱家己就要会晓拍算，把人生过好精彩充实。也就是讲，无一个人会当决定家己的生死日，只会当靠后天的努力甲修持来增加人生的趣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无张弛，实在真趣味。